主后2024年4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爱准备好势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20节。最后，我劝恁着甲主结连，靠伊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。着穿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，互恁徛在通抵抗魔鬼的诡计。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伫交战，是甲天界的邪灵，就是即个黑暗世代的宇宙统领者、权力者、掌权者伫交战。所以，着用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来装备家己。通伫邪恶的日子，会当抵抗对敌的攻击，坚持到底，持守阵地。所以，着徛在用真理做大侠，用正义做护心甲称，用准备好势的和平的福音做围称，着不时用信心做盾牌。通拍发小者城内火的箭，着用拯救做头盔，用圣神做剑，就是上帝的话。着靠圣神专心祈祷，常常祈求，着不时警醒，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，嘛为着我祈祷，求上帝赐我信息。通好胆开喙宣扬福音的奥秘。为着即个福音，我现在做一个挂铁链的大使，着为着我祈祷，互我通好胆宣扬应该讲的。爱准备好势。自细汉到大，妈妈常常提醒我，无论做甚物代志，拢爱提前准备好。毋通等到最后才赶。做代志的态度安尼，面对信仰也是安尼，拢爱事先先做好准备。保罗真清楚，伫追找信仰的过程中，有时阵会拄到直接的迫害和攻击，有时阵会遭遇到属灵的征战，因为这是关系生命的代志，所以搁较需要警醒，做好准备，随时来面对。以弗所书第6章11到13节，保罗说明为甚物爱穿属灵的装备，因为安尼才会当做坚强的人。始终守条阵地。12节点出，咱毋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，是咧甲天界的邪灵作战。14节到17节，保罗用当当时罗马军兵所穿的战甲做例，教示信徒必须穿全副属灵的装备，6样缺一不可。才会当互全身躯拢得到保护。最后，保罗爱信徒毋单单为家己警醒祈祷，也爱为真信徒代祷，搁爱为伊会当大胆传福音祈祷，互伊就算带着锁链，也会当随时准备好势，勇敢讲出应该讲的话。若用简单一句话形容这段经文，就是基督徒的教战守则。伫现今的社会，咱的信仰所面对上直接的挑战，已经无像以前是生命的危险，反倒是来自科学论证、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挑战，甚至是咱甲一切拢看作是家己的努力。伫个人的成功、富裕和舒适的生活中，也常常互人遗忘上帝的存在和带领，认为无耶稣也无关系，
甚至追求所谓的正能量、正念，不断甲家己讲，我一定有法度，一定做会到。这个自我鼓励、正面思考，也常常互人一无小心，就失去对信仰的追求。伫教会内面，也捌听见成功神学的论述，互人掠做信耶稣以后，就会当凡事顺遂，搁忽略苦难的意义。所以现在哪来哪一个人愿意信耶稣，却无愿意跟对耶稣？这敢毋是一种含即世代的价值观、含文化抗衡的属灵争战吗？20世纪的佛教家路易斯伫《小心魔鬼真聪明》册中写讲，上聪明的魔鬼袂摕金蕉皮害人跋倒，也是伸出骹甲人关倒，反倒当是搬来名利、权势、威望，为你铺上一条通往名为地狱的空中大道。无共的时空甲世代的基督徒所面对的信仰挑战和冲击，拢无共款。不变的是，伫信仰内面，遐个咱目睭看袂到的属灵争战。魔鬼黑暗关系会用真侪意想袂到的方式向人发出挑战，因为安尼，咱搁较需要时时刻刻做好准备。经验老道的保罗，就无袂记咧请求信徒为伊祈祷。那安尼，咱敢无应该时刻警醒，随时准备好势咧？默想，现今我所面对的信仰争战是甚物？是人对基督信仰的反对，或者是受到社会价值观甲错误教导的挑战？现今我所面对的信仰挑战是甚物？是人对基督信仰的反对，或者是受到社会价值观甲错误教导的挑战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互我明白，有关信仰的代志，毋是听听咧就好，反倒当是爱认真面对。也求你帮助我，愿意为着信仰付上代价，会当穿属灵的军装，为主征战，做你忠心的门徒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